没有文化、没技术、年龄大，你根本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，那怎么办？你可以跟我一样，在广东这边租一个小单间，找附近的大神基地。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大神基地，顾名思义就是附近很多劳务中介，有很多一节干，干一天结一天。身为一个大龄单身光棍，我一个月挣2000块钱，每天10块钱的伙食费都营养过剩。反而那些有老婆的，你一个月挣7、8千块钱，还被老婆各种嫌弃，工资低，养不了家。老哥基地包括高步村、黄江北岸、清溪福港、山中、塘下田心、长平土塘司马、直觉的集中、后街的山屯听山广场。以上这些大神基地附近基本有20块钱的廉价房，2荤2素10块钱的快餐。如果身上没有实力了，可以去回血神场。回血神场数不胜数，佛山的中美、长安的好景、美泰高频场、黄江的隆昌玩具场、南新玩具场等等很多回血神场就不一一列出来了，大家可以网上搜一搜。